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約伯記第41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嚟到約伯記第41章，神提出咗另一種動物叫做力威亞探。其實神喺40章15至到24節裏面都提出咗另一種動物叫做河馬。聖經翻譯為河馬，其實原文係一種巨獸，佢嘅翻譯應該係帕克莫特。呢兩種動物，神喺2章聖經裏面用咗1章半嚟到形容佢哋，情況亦都係非常之特別嘅。連同喺約伯記9章13節同埋26章12節裏面，亦都提出另一種動物叫做拉哈伯。我哋好相信呢3種動物都係我哋今天所稱為史前嘅巨獸，即係今天我哋所講嘅恐龍。其實我哋首先要交代關於恐龍嘅問題，以及呢個恐龍年代嘅問題，我哋先至可以繼續講落去同埋理解。首先，我哋要留意恐龍其實係與人類同時存在嘅生物，並唔係史前嘅生物。佢哋當然都係喺6日創造之中神嘅創造，並且喺大洪水嘅時期係被挪亞喺方舟裏邊保存咗落嚟嘅。所以喺約伯嘅年代，呢啲恐龍其實係與約伯共同存在嘅。我哋喺呢幾章聖經中嘅描述可以睇到呢一點。有人會問，恐龍咁龐大，身體體積咁龐大嘅動物，點樣可以上到方舟去呢？其實今天我哋現在係真係有恐龍嘅遺骸以及化石可以去考究嘅。當然，一隻完全成長嘅恐龍可能係非常之龐大。但係恐龍蛋嘅化石顯示，恐龍蛋本身就唔係真係咁大嘅。恐龍孵化咗出嚟，體積亦都並不龐大。我哋相信初生嘅一公一母嘅恐龍，其實係等於2隻小動物嘅體積，絕對並不影響產生一個上唔到方舟嘅問題。學者認為呢一類生物嘅成長與人類並不相同，佢生長，佢哋嘅體型係會繼續成長，所以終於成為咗龐然大物。有人會問，就係話根據科學化嘅碳14嘅方法去驗證，呢啲恐龍係2億3千萬年前去到1億4千萬年前嘅生物，有乜嘢可能會喺人類生活嘅呢個年代，喺聖經所講嘅6000年或者6000年之內出現呢？呢3段經文甚至講呢啲嘅巨獸喺洪水嘅前後，神曾經處理過佢哋。其實佢哋認為係冇乜嘢可能嘅。喺呢度我哋去思考用碳14嘅放射物質去考究年代嘅方法，係使用咗碳14元素呢啲放射物質。佢哋喺動物生存嘅時候，呢啲物質一直喺大自然與生物互相交換，佢哋嘅身體內維持一定嘅水平。呢個鑑定嘅方法嘅原理就係，到生物死亡之後，呢啲物質就會逐漸嘅衰減，稱為半衰期。用呢個衰減嘅速度，就可以計算出生物死亡咗幾耐嘅時間。今天嘅科學家用呢啲恐龍化石嘅半衰期去考究，就查出咗恐龍係1億年前至2億年前左右嘅生物。但係問題係喺洪水之前，我哋整個大氣層嘅情況係不同嘅。創世記提及大氣層天空上係有一層水包圍嘅。當時嘅生物佢哋所吸收嘅碳14嘅放射元素，與洪水之後生物所吸收嘅元素嘅情況都係不同嘅。呢啲洪水之前嘅生物係喺一個舊有嘅機制之下死咗，然後我哋揾到佢嘅化石嚟到量度佢嘅碳14嘅成分，喺當中我哋就會得到一啲結論，就係話呢啲碳14嘅成分，如果需要用半衰期去漸漸衰變，應該係用咗2億3千萬年。所以我哋嘅結論就係話呢啲動物係咁長時間之前嘅動物。其實某程度上嚟講，我哋係用一把不準確嘅尺去量度佢哋，就係用洪水之後嘅環境呢把尺去量度洪水之前嘅環境嘅生物，絕對係不會準確嘅。另一方面，亦都有人會問，
就係佢哋話宇宙其實係138億年前大爆炸而形成嘅。我哋聖經所提及嘅6000年前嘅創造時間有乜嘢可能呢？其實喺呢度我哋首先要去理解，就係宇宙係喺神嘅創造當中，我哋喺創世記裏面講嘅係6天嘅創造，而神喺用咗6天嘅時間創造出嚟嘅呢個宇宙，一創造嘅時候就已經有咁大啦。咁樣現在我哋點解講係138億年呢？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用太空望遠鏡去尋找宇宙邊際嘅時候，發現嗰度傳返嚟嘅光應該就係用咗138億年咁耐嘅時間，有呢個距離咁遠，連光都要用咁長嘅時間先至返到嚟，所以佢一定係用咗咁長嘅時間膨脹到今天呢個地步。喺呢度我哋可以嘗試用亞當嚟到做一個例子嚟到解答呢個問題。如果亞當係昨天被神所創造嘅，佢一創造出嚟就已經係30歲啦。我哋今天看到亞當就量度一下佢嘅身高、體重、身體各方面嘅尺度，我哋就話亞當你一定係已經活咗30年啦。亞當就話唔係喎，我昨天先至係神剛剛創造我出嚟嘅，我並冇活到30年。我哋如果用今天生物學嘅考證各種嘅資料，就堅持亞當佢一定係30年前出世嘅，佢已經30歲。其實佢只不過係昨天先至被造出來嘅，等於呢個宇宙其實同樣係可以喺6000年前，神只係用咗6天嘅時間一創造就係今天呢個樣子。不過我哋去量度嘅時候就話，咁大嘅宇宙一定係用咗138億年先至能夠做到出嚟。咁大嘅宇宙一定係用咗138億年先至能夠做出嚟嘅，因為連光都要用咁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傳遞到返嚟。呢個就係我哋人以自己嘅聰明智慧嘗試去解釋神嘅創造，其實係並唔能夠找到真相嘅。喺呢度我哋嚟到約伯記第41章，我哋思考關於呢個恐龍嘅背景之後，我哋繼續去睇呢3種巨型嘅動物。首先係40章裏邊15至20節嗰度提出咗河馬，其實我哋可以翻譯佢做帕克莫特嘅，佢係一隻巨獸。今天我哋理解到呢隻應該係一隻恐龍。當時40章嘅15節裏面，神講：看啊，我做了他，也做了你，佢係吃草如牛一樣，佢係好似牛一樣吃草嘅。呢度好可能當時喺約伯附近就係有一隻咁樣嘅動物，所以神先至講看啊。而呢隻動物因為佢只係吃草，所以佢並冇攻擊性。喺40章嘅20節裏邊講，諸山為他產出食物，百獸也在他那裏遊玩。可能因為呢隻只係一隻吃草嘅恐龍，然後百獸亦都喺嗰度遊玩，所有動物都唔覺得有危險，並不理會佢，因為佢係並冇什麼攻擊性嘅。不過呢隻動物其實係銅皮鐵骨嘅，如果你想去攻擊佢係冇可能嘅。40章18節嗰度話，他的骨頭好像銅管，他的肢體彷彿鐵棍。19節，他在神所造之物中為首。只有創造他的，就係指到神能攜都臨近他。呢度嘅意思係，其實除咗神之外，係並冇人能夠去攻擊佢、擊敗佢嘅。然後神嘅話題一轉，就去到本章41章呢度，帶出咗另一隻動物，叫做力威亞探。呢隻動物兇殘好多，並且佢真係會有好大嘅危險性。神喺本章第1節至到第10節裏邊講，呢隻力威亞探係兇猛無比，無人能及嘅。係無人能及嘅，大家都怕咗佢。本章嘅第1節，你能用魚鈎吊上力威亞探嗎？能用繩子壓下他的舌頭嗎？其實約伯喺之前第3章8節亦都曾經提到力威亞探嗰種威猛嘅地方。而家去到第41章12至34節，神非常之特別，佢竟然將力威亞探身體嘅各部分拎出嚟講，就講到佢係幾咁完美，幾咁厲害。神似乎喺呢度好讚賞呢隻製成品或者創造。
就係佢所創造嘅力威亞探。喺呢度好奇怪，點解神會咁樣做呢？其實神係要去回答一個問題，就係有人會提問話，神點解你做出呢隻怪物，做出咁厲害嘅怪物，搞到世界大亂，冇人能夠搞掂佢，人都係怕咗佢，最終都係要你親自去出手先至能夠搞掂。呢度其實神係要解答一個問題，就係41章11節佢自己講，誰能與我對質，使我償還呢？天下萬物都是我的。其實呢度神係要講，一切都係我創造嘅，我自然係有分數，一切都係我所安排嘅，我自然係有計劃。即使呢一隻窮兇極惡嘅巨獸都有佢美麗嘅地方，即使呢一隻窮兇極惡嘅巨獸都有佢被創造美麗嘅地方，並且無論如何，神係有最終嘅主權嘅。所以呢度其實神係引申出咗另一個問題，因為人再問落去就會問，點解神會創造撒旦呢？撒旦就係整卷約伯記之中嘅大反派，撒旦佢咁兇惡，做咗咁多壞事，點解神會創造佢嘅呢？呢個問題亦都係同一個道理，因為撒旦亦都係神所創造嘅天使裏面係非常之美麗嘅天使長，可以話係最美麗嘅天使之一。但係人就會問，點解你要做出撒旦咁樣嘅東西，搞震，搞到世界大亂？答案同樣都係呢度嘅第11節，誰能與我對質，使我償還呢？天下萬物都是我的。其實神亦都係要咁樣回答呢個問題嘅，而呢個力威亞探，事實上聖經真係用佢嚟反映撒旦嘅，因為其實喺後來嘅詩篇裏面，喺74篇14節裏面提過，神曾經係因為要嚟拯救人類嘅緣故，嚟到將力威亞探擊敗，打碎咗佢嘅頭，然後將佢放喺曠野，俾飛鳥同埋禽獸吃。呢度係過去發生過嘅一件事情，就係神嚟到處置咗過去一隻嘅力威亞探。然後以賽亞先知，佢喺以賽亞書27章1節裏邊亦都講，到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堅硬銳利的大刀懲罰力威亞探，就是那爬得快的蛇；懲罰力威亞探，就是那彎彎曲曲的蛇，並殺死海裏的大魚。原來以賽亞先知所預言嘅呢條力威亞探，另一個名係蛇，係爬得快嘅蛇，並且佢係彎彎曲曲喺海裏面，就好似魚一樣。到那日就係預言咗到將來神會處置佢嘅。其實呢條蛇正正就係啟示62章9節裏面所講，大龍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其實呢度我哋睇到以賽亞先知佢預言神將來一定會處理撒旦嘅問題，到時神會施行佢嘅主權以及最終嘅判決。然後另一個身份叫做拉哈伯嘅，喺約伯記嘅9章13節同埋約伯記嘅26章12節都分別提出過佢。呢個拉哈伯亦都係一隻海怪，可能佢係冇力威亞探咁厲害，但係喺過去神一樣係去處理過佢嘅。喺以賽亞書51章9節嗰度話，上古的世代神係嚟到砍碎咗拉哈伯，刺透咗呢條大魚巨獸，亦都好似呢條大魚巨獸一樣，喺詩篇嘅87篇4節，可拉後裔的詩歌將拉哈伯比喻為巴比倫。然後以賽亞書30章7節亦都將拉哈伯比喻為埃及。可以知道將來嘅拉哈伯嘅身份就會係敵基督嘅國度同埋政權，神亦都係會施行佢嘅主權，神同樣都會處置佢哋。喺本章聖經我哋睇到神係應許咗，無論係力威亞探所反映嘅魔鬼撒旦，又或者拉哈伯所反映嘅敵基督嘅國度，神最終都係會處置嘅。我哋無論遇見嘅情況係點樣，即使係要遇見力威亞探同埋拉哈伯呢啲邪惡嘅巨獸相似嘅情況之下，神最終都係會處置嘅。我哋能夠忍耐落去嘅盼望就係在於此。
我哋嘅默想祈禱係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